民視綜藝大集合27日來到全台西南錄節目，在開戲進前，主持人胡歌率眾位藝人做伙向西南五福大帝參香。在西南董事長詹正義、名譽董事長蕭志光、副董陳美琪、林子雲、議員陳一丁、蔡宗豪、北區區長潘寶樹、議員參選人林偉、林建南、童曉雲等貴賓的陪同下，祈求拍攝順利，收視長紅。綜藝大集合，咱藝人胡歌率領全體藝人一同咱全台，就來按咱本次就來咱委員董事長詹正義，一同就咱華山區市議員陳怡生、蔡宗豪，以及童曉雲，那就咱北區市候選人林建南，中華貴，一同就咱北區區長潘區長。隨着端午佳節即將到來，全台西南特別準備了幸運水晶手鏈以及花香，要來分送給現場好朋友。北區區長潘寶樹也再來借來發的碰餅，贈送給胡歌等藝人好朋友，為着大吉大利發。本廟有準備這個手鏈哦，這個手鏈包條我甲這個哦，讓這個香袋呢哦，要來等的吼，要來互咱這信眾安尼哦，因為這咱50歲也要到啊，哦這攏有阮這個五大帝攏有過加持過安尼，哦互咱這個信眾呢，大家保平安安尼。以前甲田輝吼嘛，甲咱北區區公所吼，咱區長做伙來贈呈吼，咱這個百年餅鋪吼，這個就來發包括這個非常女力陳亭妃碰餅吼，甲着咱的幸福北區北區宜居的碰餅，要來送予咱的胡歌甲所有團隊吼，互因食着咱台南吼真有名這個碰餅以外，嘛祝福咱整個吼會當活動順利。咱碰餅呢，早期就是做啥，就是外來餅的意思會當甲這個吼，這個咱離咱北區這麼有名的古來法，吼來介紹咱的綜藝大集合的，吼會當快當來吼，這個碰餅會當來名揚全國啦吼。綜藝大集合，幸福歡樂終於上大台。綜藝節目今日地方廟宇，不僅讓民眾近距離感受名菜魅力，也結合了台南傳統信仰甲在地美食文化。全台西南希望透過節目傳播，讓更多人看見台南濃濃的人情味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